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案。中选会是定伫6月初6要来投票，罢韩的团体最近嘛真拼力积极咧宣传，也毋过伊来指控讲，去互市政府来打压，先是扛棒防经济拆除，过来是要求公车业者不准来接罢韩的车身的广告。罢韩的团体痛骂讲，这是咧封杀民主。另外嘛，传出讲高雄市政府有禁令，叫校长袂当出借学校来做投开票所。也毋过校长出面来讲公道话咯，讲是因为即摆咧防疫，惊防疫的措施无够，家长无法度安心。拆一面挂一面，罢韩团体甲高雄市政府最近展开罢韩的看板，你挂我贴攻防战，批评讲市政府选择性执法引起议论，不过为了公平起见，即马韩市长甲议长做翕的广告招牌嘛爱贴。人坚持违法，叫阮违法，我就甲贴。罢韩团体早起开记者会，高提出和高雄市政府打压的新政见。该市长又写讲，经过警察纪录研究。超过3个人以上徛伫路口宣传、发本所地啊等等罢免宣传活动，拢需要事先通过申请，也若无就是违反。也交通局要求公车业者袂使和广告的代理商接受罢韩的广告。我们所有的广告版面全部被封杀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我们所有的帆布说我们不申请啊，不让我们播啊。列出几项限市府封杀民主的作为，其中嘛包括教育局以防疫为理由限制学校，干会使借2间教室作为投开票所。有学校赶紧出面解说是安怎无要借教室。任何的校长，我想我们思索的都是孩子的健康为第一要务。那当然，如果相关配套做好之后，没有疑虑，那我们可以来做配合。投开票所的争议也未停止，罢韩团体甲韩市府的攻防战。恐惊会延续到6月7日罢韩的投票日。